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今仔日伫咧日内瓦开幕，咱台湾今年有关系无受到邀请。卫福部长区台员，还有立法院的调野立委同齐去到当地，向国际来发声。因伫咧拄则下晡2点，嘛有召开国际记者会，向大家来表达台湾的声音。除了政府的努力以外，台湾的人才济济。过去多的几十年来，台湾在医事人员的培育，以及台湾很多的优秀的人才投入到医事的工作里面，他们不但在国内提升了我们国内的医疗水准，让我们台湾人民得到更好的照顾以外，这些专业的团体都是非常重视国际间的参与，所以各个专业团体与国际间的组织关系都十分的良好。卫福部长区泰元头先就批评中国无权力来主动台湾参与 WHO 这寡国际事务，嘛强调，干那民主选出政府的台湾，才会当代表台湾人声音。伊也搁一摆讲到台湾伫咧新冠疫情当中的经验，表达台湾会当斗相共的意思。行动团伫咧日内瓦嘛有举办医疗论坛，也积极来参与 WHO 相关的会议甲活动，以台湾的医疗卫生的经验来参各国交流。